加勒泰第6章，兄弟姊妹，若有人含道过失，恁遮的属灵的人，着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。恁家己嘛着小心，才免受引诱，着分担重担。安尼做，才是在实现基督的律法。家己无熬，想讲真熬，是在欺骗家己。逐个人着省察家己的行为，若有好行为，伊干那通对家己夸口，毋免甲别人比较，因为逐个人着担家己的担。学习道理的人，着甲教导伊的人分享逐项好物，毋通骗家己。上帝是袂用得侮辱的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会修成灭亡；人所野的，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活命。做好事毋通上善，若无灰心，时到就通修成。所以，无论什么时阵，就把握机会对众人做好事，特别是对信仰真做一家的人。恁看，我亲笔用遮尔大的字写互恁，遐会注重外表体面的人，想要强迫恁接受割礼，因安尼做，敢若是无爱为着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。其实，连遐受割礼的人本身嘛无遵守律法，因逼恁受割礼，才会当夸口讲恁有遵守外表的礼仪。我只有要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对我来讲，世界已经钉死伫十字架；对世界来讲，我嘛已经钉死。有受割礼，无受割礼，拢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咱着诚做新创造的人，照这个准则生活的人，就是上帝的以色列子民。愿平安、甲怜悯、甲因同在。对打以后，无论什么人，就拢毋通甲我搅扰，因为耶稣有伫我的身躯刻印做记号，证明我属伊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阿门。